唔少香港朋友都成日都話想喺深圳度種牙，但係又唔知道點揀，間都話自己好，真係好難選擇。如果想揾一間口碑好、技術信得過，深圳呢間老字號醫院你就一定要知啦。深圳博愛曙光醫院係有接駁車㗎，我哋行右手邊一路直去返等候區，我哋平時打車嘅地方等候上車。沿路行係非常之簡單，大家打車滴滴啊嗰啲全部都係喺呢一度等車上車㗎。就係喺羅湖城關口呢度行返過嚟呢一個等車區啊！我已經見到我架 Benz 嚟接我啦 ，Benz 接去醫院啊！車程15分鐘就可以去到深圳博愛曙光醫院啦。大家預約車都係非常簡單嘅，可以喺 WhatsApp 度預約啦，或者喺線上預約都可以啊。真係大約15分鐘就已經嚟到博愛曙光醫院啦。原來呢個位置呢，隔離就係萬象食家啦，我相信大家都好熟悉啊。咁我哋而家入去先啦。已經有34年老字號嘅醫院啦。咁入去呢，其實佢都好嚴謹嘅，要擺咗袋先嘅。我哋檢查一下先。我哋見到呢，就係一個大堂嘅位置啦，都好舒適啊，好大。咁另外右手邊呢度呢，就見到服務中心就係登記處啦。咁我哋登記咗先。然後我哋上4樓呢度呢，就攞醫療券啦。我想要申請醫療券張 form，謝謝。大家要記緊攞住呢個醫療券就有優惠啦。而最主要咧，佢哋都係唯一一間係香港慈善援助基金會主辦嘅深港跨區嘅醫療啦。所有嘅專家團隊咧都會係喺呢一度啦，有好多嘅獎狀啦，亦都係個信心保證啊。咁會着住件衫啦，然後拍一個 CT 照片嘅。咁影完 CT 之後咧，我哋就去揾醫生啦。每一間嘅牙醫診室咧都好大間、好寬敞，同埋非常乾淨啊。而呢度咧都有啲名醫工作室。其實如果大家想預約名醫嘅話咧，咁就要就佢哋時間啦，因為佢係1個禮拜啦，先至會喺度1日甚至2日嘅時間嘅啫。但啱啱攞咗個醫療券啊，我想種牙，咁有咩用啊？有的啊，這一個券呢，是我們博愛曙光醫院和我們香港慈善機構做的一個援助的基金會活動，然後呢，這是獨家的，所以說你們香港患者朋友過來看牙的話，我們可以用這個券來進行一個優惠的補貼，現金抵扣的。博愛曙光醫院的話，我們到截止現在已經開展了34年了，有的老年患者他可能心臟方面安了支架，那我們也可以給到立刻及時的做會診，這樣的話在安全層面上來講的話就更有保障。其次呢，我們全辦口的患者，如果說到我們醫院做手術的話，我們可以提供我們的15樓是一個專科的 VIP 病房，對，可以給他們提供到一個休息以及留院觀察的這樣的一個機會啊，對。然後其次呢，就是在我們醫院如果種牙或者是看其他，都是可以提供一個大巴到口岸的免費的專車提供。咁住院需唔需要收費啊？不會，我們是可以免費提供的，主要是為了大家的一個安全保障，這是我們的醫院的一個特色。因為我們是屬於綜合性醫院，所以呢，在這一塊上的話，也是沒有其他的收費的啊。這一塊是專門給到我們口腔科患者的一個福利。好，謝謝你。如果大家咧想同醫生或者係護士溝通得更好咧，係可以要求係揾一個廣東話識得講白話嘅醫生。而上到嚟17樓咧，會見到寫住老友會啊。俱樂部嘅意思係一個休閒區，除咗我哋拎蛋糕、咖啡、飲品之外咧，都會有其他嘅房間嘅，好似呢一間咁，就係一個按摩椅嘅房間，好舒適啊。而呢一間咧就係茶室，中意飲茶嘅朋友咧都可以喺呢度自己品茶。繼續望下啲房間，呢度就有康樂棋添喎。嗱，有康樂棋，仲可以捉象棋添啊！咁健身室就簡單一啲嘅器材啦。另外最後見到家庭影院啊，可以非常舒服地坐住咁舒適嘅按摩梳化，然後睇戲，絕對超讚。